来看台南桂林这边，这个桂林啊是台湾西部咧种雪茄上大的产地哦。不过因为今年3月搁咧寒有寒流，今年雪茄的产量呢是减少5成。药剂这边嘛是同款哦，这个酸叶爱闻一斤爱上100块。今年咱观众朋友来要食酸叶饼，恐惊是贵什么？ 伫咧桂林的这个果子园内底，原本这个时阵雪茄已经开花结果，而且一粒差不多有一个拳头母遐大粒，等到7、8月时阵就会当采收。不过即马煞是连一粒拢无。你啊2、3月，咱正月、2月迄阵嘛无介寒嘛。对。哦，特时行正是拢爱结果，结果都拢无法度开花严重的啦，会使讲吼，这拢无法度个。 同款嘛受到低温影响的，阁有各种的酸叶，这产量是减真济，尤其是上受欢迎的爱文，价销直直起，一斤已经超过100块。另外，亲像金红、甲玉文等等的品种，价销嘛是对咧牙悬。即马水是大斤，恁来到咱市场上少拢爱85几两，差不多25块，因为今年气候的问题，产生因的量变少。 越南国种上有名的酸叶饼，店头嘛因为袂堪得成本提升，所以对咧调悬价销。我们暂时调整是调上30块，要等芒果稳定下之后，才要决定说最终要调多少。芒果真的很贵，已经破了我们芒果冰做了30几年来的记录。我昨天去拿的话，最低是爱文是120，比往年大概贵差不多1倍多。对，那一碗芒果冰大概现在。 都略幅的调涨在20块钱的价差。台南市农业局已经派人到雪茄的产地去回勘财损的情况，嘛提醒农民就要先向公所提报相关的财损。接落来，农政单位会阁评估敢有符合救助的条件。因为台南今年的酸叶、油梨啊，佮奶子等等的农产品，拢因为低温影响成长，已经达到天然灾害救助的标准。公视新闻综合报道。